各位上車客注意，而家有個黃金入場券機會嚟啦！378萬喺錦上路大路邊買到全新裝修村屋，仲要連花園加泊車位，呢個價錢市區連舊樓都買唔到啊！位置零舍方便，正大路邊門口就有小巴巴士站，數分鐘直達西鐵站。朝早瞓多半個鐘都得，落樓即刻上車，唔使行到身水身汗。單位雖然係2房1廁，但係新裝修真係慳返10幾萬㗎。牆身、地板、廚房同廁所都整得靚靚仔仔，唔使再花時間同金錢搞裝修，搬啲家具、電器入去就可以直接住。最爽緊係連私家泊車位，你架愛車直泊門口，朋友嚟探你都有位泊，唔使兜圈揾位。仲有一個大約300尺嘅小花園俾你曬下衫，種啲小盆栽，夠晒實用。無論你係首次置業嘅年輕夫妻，想組小家庭定係投資收租，呢一間地下花園連車位都適合你哋。想睇樓或者知多啲細節，快啲聯絡我哋置業家，約個時間實地感受下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